据新闻网消息，西藏拉萨市尼木县狼堆村放牧草场被当地政府强行占领，禁止放牧。当局还在操场上建立了围栏，引发了牧民的强烈不满。在当局所谓的退草还田项目中，从牧民手中强行占领的草场遭到了大面积毁坏。就去年而言，村里就有1000多只绵羊和山羊及100多头牦牛因为没有草吃而被饿死，给牧民和牲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表示，台湾政府将加大安全防范措施力度，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塔什干伊清真寺首席伊玛目今日宣布取消禁止儿童进入清真寺的决定后，很多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前往清真寺参加斋月开斋后的礼拜和祈祷。美国和中国之间持续了大约1周的贸易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两国之间每年的贸易缺口为3亿3500万美元。华盛顿政府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减少至2亿美元。5月20日，总统阿尔多安对波黑进行了为期1天的访问，并在首都萨拉热窝与总统委员会主席伊塞特·比古维一起举行了会晤。总统阿尔多安在访问范围内作为荣誉嘉宾出席了欧洲土耳其民主联盟第6次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同样的灾难，同样的命运在同一时间发生着。65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部队抓捕投入监狱。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无数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更是如此，无辜被抓捕入狱或羁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在铁窗内含着血泪过着1年1度的神圣斋月，不能分斋，不能祈祷，没有自由，没有干净的食物，受着非人般的折磨。